再来看嘉义县绿草的焚化厂，到当时已经营运超过20年啊。最近是争取到环境部的补助，设备来升级，嘛整合原本焚化厂内底游泳池甲生态园区做伙来转型，望讲会当提供予民众一个运动休闲的好所在。未来嘛要结合附近的保路脚踏车道，要发展做铁人3项的训练基地。 民众伫游泳池内底使用设施，边仔有游泳队伫遮来训练，外口还有健身房、运动教室。芦草乡焚化场成立的运动中心，才到即天正式对外启用。过去咱这焚化炉是无毋对，是大家全脱退啊，因为全粪扫从位遮来吼，啊会较有臭味啦，啥惊有臭味。吼啊，其实咱即摆在这环境遮已经改善，大家多多来利用这个环境。住伫遮，阮足期待遮会当。 赶快开幕！焚化场业者甲家己县政府透过促产的方式，替焚化场的户外空间建立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园区了后，搁增建立16项工程，建立多元的运动休闲空间，希望要改变民众对焚化场的歹印象。这样的方式呢，其实未来呢也会做得更多，尤其像这次市民都可以来这边运动，甚至来这个旅游，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那未来呢，我们也承诺环境部会支持，我们跟台积电会再合作，甚至把这个焚化炉再加上这个碳捕捉，让它这个地方的效益会发生更高。我觉得焚化炉会提供这样的，就是这种公共设备让居民使用的话，我觉得是一种回馈的方式，相对性也会对我们对焚化厂就是有相对性的改观。焚化场指出，这个场馆门后游泳甲健身的训练，还会举办课程讲座，嘛引进铁人3项的运动训练，要打造全台湾第一座伫焚化场的铁人3项训练基地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